幸好今天你认出了赤鬼腰间那柄刀，不然少不了一通厮杀。不过，你是怎么知道他跟长孙平荣有勾结的？还有，你那个令牌哪儿来的？真想知道？这有什么可卖关子的？告诉你当然可以，只不过就不得不提到你不愿意听到的那个名字。不必说了。你到底在气什么？那个人为了你，赌上了自己的太子之位，你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，这跟我看到的、听到的都不一样。你们这些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。这世间的事情纷纷杂杂，哪有什么彻头彻尾的真实？你若想瞧得透彻，不要只靠眼，靠耳，得靠心。一个连自己真实身份都要隐藏的人，何来珍惜？
你是想我吗？